你知道吗？90%的人都吃错南瓜。我是廖医师，行医40年，看过太多人因为吃错南瓜，结果血糖飙升、血压失控，甚至越吃越疲倦。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真相：南瓜如果吃错方法，它对血管的伤害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大。上个月，一位来自台中的陈太太，62岁，她每天都吃南瓜，以为这样可以降血糖。结果3个月后，她的糖化血色素不降反升，从2%升到5%。她非常困惑地问我：廖医师，我每天都吃南瓜，为什么血糖反而更高了？原因很简单，她把南瓜煮得太软烂，而且一次吃太多。煮得太熟的南瓜，升糖指数可以高达75，几乎跟白饭一样。你想想，如果你一边吃饭，一边又吃一大碗南瓜，那血糖怎么可能不飙升？但请你不要误会，南瓜本身是好东西，问题是99%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吃才对。如果你吃对了，南瓜就像血管的清道夫，可以帮你清掉血管里的坏胆固醇，让你的气血顺畅，晚上睡得更香。请一定要听到最后，如果你也每天吃南瓜，却越来越疲倦，那你一定要知道原因。今天我会告诉你3个黄金搭配法，让南瓜的效果增加3倍，还会告诉你4个绝对不能犯的错误。这些都是我在诊间累积40年的经验。那南瓜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变成血管的清道夫？答案就在接下来的内容里。在我们继续之前，我想知道你从哪里收看这支影片，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也欢迎提出任何问题。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通知，这样你就能收到最实用的健康建议。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收看。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在留言区打1；如果没有帮助，请打0。很多人问我，廖医师，南瓜到底是不是降血糖的神药？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南瓜不是降血糖的药，但它是养护脾胃的好食材。在中医的观念里，我们讲药食同源，意思是食物和药物本来就是同一个根源。南瓜性温，味甘，它入脾胃经，主要的作用是帮助消化、温养脾胃。我常常跟病人这样比喻，你的胃就像家里的炉火，火旺则全身暖，气血才能运行顺畅。火熄了，再贵的补品都无法转化成身体需要的营养。南瓜的作用就是帮你把这个炉火维持在稳定的状态。但这里有个重点，脾胃虚弱的人，如果一次吃太多南瓜，反而会胀气。我记得有一位住在新竹的阿妈，她肠胃比较虚，有一次煮了一大锅南瓜粥，一口气吃完，结果整个下午肚子胀得像气球一样难受。为什么？因为南瓜虽然温和，但吃太多鲜，微滞对虚弱的肠胃来说是负担。所以中医讲究的是适量、适时、适人，不是说好东西就可以无限量地吃。真正懂得养生的人，会根据自己身体的状态来调整饮食。南瓜确实是好东西，但关键在于你怎么吃，吃多少，跟什么一起吃。接下来我会告诉你，南瓜里到底藏了哪些科学上证实的宝藏。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南瓜里面到底藏了什么宝藏。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南瓜有3大黄金成分，每一个都对身体有实实在在的好处。第一个宝藏，果胶 ，pectin 血管清道夫。南瓜里含有丰富的水溶性纤维，叫做果胶。果胶就像一把小扫把，可以在肠道里把坏的胆固醇、多余的油脂通通扫出去。很多研究证实，每天摄取适量的果胶，可以帮助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说的坏胆固醇，进而保护心血管健康。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的血管就像水管，如果里面累积太多油垢，水流就会变慢，
甚至堵塞。果胶的作用就是帮你把这些油垢清理掉，让血液流动更顺畅。第二个宝藏，贝塔胡萝卜素天然护眼镜。南瓜那金黄色的颜色就是来自贝塔胡萝卜素，这个成分进入人体后会转化成维生素 A， 对眼睛健康非常重要。现代人每天盯着手机、电脑荧幕，眼睛一直受到蓝光的伤害，而贝塔胡萝卜素就像一副天然的护眼镜，可以保护视网膜，减缓黄斑部病变。除了贝塔胡萝卜素，南瓜还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两个成分都是眼睛的保护者。如果你常常觉得眼睛疲劳、前色视亮，吃南瓜真的会有帮助。第三个宝藏，色氨酸 tryptophan， 助眠的秘密武器。这个成分很多人不知道，色氨酸是一种氨基酸，它是制造血清素和褪黑激素的原料。血清素让你心情稳定、放松，褪黑激素则帮助你进入深层睡眠。尤其是南瓜籽里面的色氨酸含量特别高，东西方医学的共识。有趣的是，古代医书里说南瓜补中益气、安神助眠，现代医学则说它促进褪黑激素生成，稳定神经系统。你看，东方和西方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只是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在中医五行里，南瓜的黄色属土养脾胃，脾胃健康了，气血自然充足，睡眠品质也会跟着提升。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家晚上喝一碗温热的南瓜汤就能睡得特别安稳。所以你看，南瓜不是什么神奇仙丹，但它确实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只要吃对方法，这三个宝藏就能发挥最大的效果。现在让我详细告诉你，南瓜对身体有哪4大好处，以及你该怎么吃才能真正得到这些好处。好处一，保护心血管，让血管更前进。我们的血管就像家里的水管，用久了就会累积油垢。果胶就像清洁剂，可以帮你把血管内壁的坏胆固醇、三酸甘油酯慢慢清理掉。这样一来，血液流动更顺畅，血压也比较容易稳定下来。我的一位病人，台南的王先生，58岁，他的胆固醇一直偏高。我建议他每天早上吃1小块蒸南瓜，大约100公克，连续吃了3个月。后来他回诊，胆固醇从240降到200，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食用小撇步，每天早上吃1小块蒸南瓜，趁温热的时候吃，效果最好。记得不要加糖，也不要煮太烂，保持一点口感，这样升糖指数比较低。好，处2，保护眼睛，减缓视力退化。现代人用眼过度，眼睛容易疲劳、前色，甚至提早出现黄斑部病变。南瓜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就像给眼睛穿上一层保护罩，可以过滤掉有害的蓝光，减少自由基对视网膜的伤害。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每天都要用电脑、滑手机，那就1周吃3次南瓜，每次搭配1小把枸杞一起蒸，效果会更好。枸杞也是养肝明目的好东西，2个一起吃就是最天然的护眼配方。食用小撇步，蒸南瓜的时候加入10颗枸杞，蒸20分钟，趁热吃，这样不仅护眼，还能补肝肾，一举两得。好处3，养脾胃，改善消化功能。很多人消化不好，容易胀气、胃酸逆流、排便不顺。南瓜的果胶煮熟后会变成糊状，这种糊状物质可以附着在胃壁上，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胃酸对胃黏膜的刺激。同时，果胶也能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排便。我有一位住在高雄的林小姐，她长期胃痛、消化不良。我建议她早上喝1碗南瓜小米粥，连续喝了2周，胃痛明显改善，
排便也顺畅多了。食用小撇步，早上空腹喝一碗温热的南瓜小米粥，小米和南瓜的比例大概是1:1，加一点点盐调味就好，不要加糖。这碗粥既养胃又不会让血糖升太快。好处4，改善睡眠，让你一觉到天亮。很多中老年人都有睡眠问题，难入睡，容易醒，睡不深。南瓜籽里含有丰富的色氨酸和镁，这2个成分都能帮助神经放松，促进褪黑激素的分泌，让你更容易进入深层睡眠。我的一位病人，桃园的张先生，65岁，他失眠10几年，试过很多方法都没用。后来我建议他每天睡前吃1小把烤过的南瓜籽，大约15公克，再搭配温水泡，搅15分钟。2周后，他告诉我，他已经可以连续睡5-6个小时不醒了。食用小撇步，睡前1小时吃1小把南瓜籽，大约15到20公克，用温水泡搅15分钟，水温40度左右，泡到微微出汗。这样做可以帮助全身放松，睡眠品质会明显提升。这4大好处都是我在临床上看到的真实案例。只要你吃对方法，吃对时间，吃对分量，南瓜真的可以成为你健康的好帮手。现在我要告诉你3个黄金搭配法，这些都是我多年临床经验总结出来的。如果你照着做，南瓜的效果可以增加2到3倍。黄金搭配：1. 南瓜加百合，一补气，一安神。百合性为寒，有清心安神、润肺止咳的作用。南瓜性温，补中益气，2个搭配在一起，就是一补一清的完美组合。这个搭配特别适合经常失眠、心烦、容易焦虑的人。我有一位住在台北的刘小姐，38岁，她工作压力大，经常失眠，半夜会醒来好几次。我建议她每周吃3次南瓜蒸百合，连续吃了1个月。她告诉我，现在可以一觉睡到天亮，心情也变得稳定多了。使用做法：把南瓜切成小块，新鲜百合剥开洗净，2个一起放进蒸锅里蒸20分钟。起锅后可以加1小时蜂蜜调味，趁温热吃，每周吃3次，效果最好。黄金搭配2：南瓜加山药，一温一固。山药有健脾固肾的作用，而且口感绵密，跟南瓜搭配起来非常好吃。这个组合特别是和脾胃虚弱、容易腹泻或者体力不好的人。我记得台中有一位陈阿伯，70岁，他退休后体力变差，经常腹泻，吃什么都不太消化。我建议他每天早上吃1碗南瓜山药泥，搭配无糖豆浆。2个月后，他的腹泻问题明显改善，体力也恢复不少。食用做法：南瓜和山药的比例是1:1，都切成小块，一起蒸熟后，用汤匙压成泥，加入温热的无糖豆浆，搅拌均匀，这样吃起来口感滑顺，而且营养加倍，非常适合当早餐。黄金搭配3：南瓜加红枣，一清一补。红枣补气养血，南瓜健脾和胃，2个搭配在一起，就是补而不腻、清而不寒的最佳组合。这个搭配特别适合气、血不足、脸色苍白、容易疲倦的人。我的一位病人，新竹的李太太，55岁，她更年期后气血虚弱，脸色总是没有血色，手脚冰冷。我建议她每周煮3次南瓜红枣小米粥，连续吃了3个月，她的气色明显红润起来，手脚也不再那么冰冷了。食用做法：小米洗净后泡30分钟，南瓜切小块，红枣5到6颗去核，把所有材料放进锅里，加适量的水，煮成粥。这碗粥温补不上火，而且味道微甜，非常好喝。这3个黄金搭配法，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选择。如果你睡不好，就选第1个；如果你肠胃弱，就选第2个；
如果你气血不足，就选第3个。记住，养生的关键是持之以恒，每周吃3次，效果就会慢慢显现出来。虽然南瓜好处多多，但如果吃错了，反而会伤身。现在我要告诉你4个最常见的错误，这些都是我在门诊看到很多人犯的问题。错误1：吃太多，皮肤变黄。南瓜含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如果你每天吃很多，皮肤会变黄，尤其是手掌和脚掌，医学上叫做胡萝卜素血症。虽然这对身体没有太大伤害，但看起来不太好看，而且也代表你吃过量了。我的建议是，每次吃100到150公克就好，1周吃3到4次最理想，不要以为好东西就可以无限量的吃。错误2：南瓜和地瓜一起吃。很多人喜欢把南瓜和地瓜一起煮，觉得这样很养生，但其实这2个都是产气的食物，一起吃很容易胀气、打嗝，肠胃不好的人更会不舒服。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这2样，建议分开吃，不要放在同一餐里。错误3：南瓜和菠菜一起吃。菠菜含有很高的草酸会和南瓜里的钙质结合，形成草酸钙，影响钙质的吸收。长期这样吃可能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如果你要吃菠菜，建议先用热水烫过，去掉一部分草酸，再跟其他食材搭配。错误4：把南瓜当主食。有些人以为南瓜热量低，就把它当成白饭的替代品，结果血糖反而飙高。原因很简单，煮得太软的南瓜，升糖指数跟白饭差不多。如果你又吃饭又吃南瓜，那就是双重淀粉，血糖当然会升高。正确做法，如果你要吃南瓜，那就少吃一点饭，或者把南瓜当成配菜，不要当成主食。而且要记得，南瓜不要煮太烂，保持一点口感，升糖指数会比较低。另外，南瓜一定要趁温热吃，不要吃冰的。中医讲脾喜温恶寒，冰冷的食物会伤脾胃，影响消化功能。记住这4个错误，避开它们，你就能安心享受南瓜的好处了。讲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养生观念：补得太多也是一种负担。我记得去年有一位住在台南的林先生，他听说南瓜好，就每天早中晚都吃南瓜，而且每次都吃1大碗。结果2个月后，他发现自己的手掌、脚掌都变黄了，他吓坏了，以为自己肝脏出问题，赶快跑来看诊。我检查后告诉他，这是胡萝卜素血症，是因为吃太多南瓜造成的。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好东西吃太多也会出问题。我建议他停止吃南瓜2周，让身体代谢掉多余的胡萝卜素，之后再恢复正常的分量。1个月后，他的皮肤就恢复正常了。这个案例让我想起中医的一个核心观念：中庸之道才是最好的医生。什么是中庸之道？就是不要过于不及，任何东西都要适量。南瓜再好，吃多了也会出问题；人参再补，吃多了也会上火。真正的养生，不是追求某一种神奇的食物，而是懂得平衡，懂得节制，懂得听身体的声音。你的身体比你想象的还要聪明。当你吃对了，身体会用舒服的感觉告诉你；当你吃错了、吃多了，身体也会用不舒服的方式提醒你。所以，养生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学会聆听自己的身体。我常常告诉我的病人，健康不是追求一时的奇迹，而是每天的一点点坚持。你不需要每天吃很多南瓜，也不需要每餐都吃，只要1周吃3到4次，每次适量，搭配其他食材，均衡摄取，持之以恒，你的身体自然会回报你。血管会慢慢变前进，气血会慢慢变顺畅，睡眠会慢慢变好，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越来越好。
这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这支影片能让你重新认识南瓜，也希望你能把这些方法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的家人、朋友也有血管、睡眠、肠胃方面的困扰，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让他们也能一起顾血管、顾睡眠、顾健康。记得，养生不是追求速效，而是每天一点点的坚持。从今天开始，试试看南瓜加百合、南瓜加山药或者南瓜加红枣，选一个最适合你的搭配法，持续做下去。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请帮我按赞、订阅，并在下方留言“我爱南瓜”，让我知道你有认真收看。你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继续分享健康知识的动力。我是廖医师，我们下次再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